嗱，如果你係一個一台模型中意慢慢砌佢嘅人呢，哇！呢台我真係勁推薦啊，因為佢真係可以砌好耐啊。Hello everybody，今日嚟玩呢個迪雷克模型出品嘅泛用宇宙型扮救啊！唔好問我點解咁耐先更新，大家都知我持久噶啦。咁啊，呢款產品呢，可以將我嘅持久發揮到極致啊！下邊我哋就拆開慢慢講啦。咁啊，首先就係呢個離譜嘅產品板件數啦。如果地台都算一板嘅話呢，啱好100板。即係嗰種咧，你砌完個骨架，發現啲板件好似冇喐過咁樣嘅。啊，呢種情況呢，會持續到你砌完個本體。啊，然後你會發現仲有一大堆嘅板件未用嘅。咁啊，然後呢個時候咧就會有另外一個問題啦，100板嘅零件要塞入一隻 MG 比例入邊喎。啊，冇錯，所以部分零件咧會分得好細件啊，平均一件咧仲有2到4個隱藏水口。啊，真係收件都收到你兩大管爆啦。咁啊，好多產品咧啲組合度都仲可以。啊，反正我全程就唔需要上刑具嘅。咁啊，就係膊頭位咧有幾個小黃色嘅件咧要用膠水。咁啊，產品外觀方面咧，呢個真係各有所愛啦。啊，我覺得外形就係 OK 嘅，不過就係中規咗少少咯。咁啊，玩法上啦，咁啊頭頂個天線咧有幾個零件可以替換嘅，不過我呢度就固定咗用呢個啦。咁啊，另外呢個透明嘅面罩就可以拆落嚟嘅，咁啊裝唔裝係你自己話事啦。咁啊，上下可動嘅幅度展示啦，咁啊左右嘅話咧需要特定角度先可以轉嘅，如果唔係就會有干涉。咁啊，肩胛帶有呢個展開嘅功能啦，咁啊前端可以拉出，咁啊上面可以打開，咁啊兩邊仲可以打開嘅。咁啊，然之後就係手臂彎曲角度嘅展示啦，哇，夠晒玩啦！咁啊，手掌部分啊分兩段連接啦，裏邊係球關，咁外邊仲有個後彎關節，咁啊方便擺造型啊嘛。咁啊，臂甲都帶有呢個展開功能嘅，啊不過呢度有少少鬆啊，可能需要加固下啦。咁啊，手型方面啊配置咗呢個握拳啦、握槍啦、握劍啦、張開啦同埋伸直5種嘅。咁啊，心口部分咧有打開功能，咁啊但係唔多，咁啊兩側都可以打開啦。咁啊腰部有少量嘅展開嘅。咁啊，然之後彎曲嘅時候咧，可以見到咧係有分件做聯動嘅。咁啊，然之後裙甲部分咧，每一塊都有獨立嘅展開啦。咁啊，前面、側面同埋後邊嘅。咁啊，然之後前裙甲咧，咁同側裙甲咧，可以通過連接件可以拉開佢嘅。咁啊，腿部嘅可動靈活性咧，大大加強啦。咁啊，大髀嘅內側咧有一段下拉嘅關節啦。咁啊，菠蘿蓋彎曲咧帶呢個多段聯動嘅。咁啊，前腳掌喐嘅時候咧，咁啊小腿都會有一個聯動喺度嘅。咁啊，果然分件多就係犀利啲嘅。咁啊，腳板左右可動啦。咁啊，前腳掌彎曲有90度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向前拉下解咗個鎖咧，個掌仲可以再解鎖更多嘅角度出嚟嘅。咁啊，仲有小腿後邊咧，仲有3段嘅可動噴射器啊。咁啊，兩側咧仲可以再爆下夾添。咁啊，背包方面啊，多段嘅角度調整啦。咁啊，噴射器部分咧可以彈出展示嘅。咁啊，仲有一個玩法咧，就將個側翼拆出嚟，可以通過呢個替換件咧，同忽油炮組合變成一架好似小飛機嘅物體。咁啊，然後忽油炮咧又可以同步槍合體喎。誒，係咪好熟悉嘅感覺咧？係咪好似矮星炮啊？咁啊，跟住咧呢個產品咧，其實係配咗2支步槍嘅。咁一支變咗矮星炮啦，咁另外一支咧就從一大堆配件合咗體，變成咗支長槍。哇！正常情況下，我諗你都唔想拆噶啦。咁啊，最後就到呢個多功能地台啦。呢部分咧就有裝備掛載嘅功能嘅。咁啊，如果咧要搞全武裝發射模式嘅，咁啊需要拼呢兩個大袋嘅透明件。咁啊，另外呢次產品仲配到咗一套透明嘅外甲嘅。咁啊，如果要塗骨架嘅話咧，就可以用得上啦。咁啊，最後又到咗講清楚感情嘅環節啦。咁啊，239唔包郵啊，有興趣嘅老細可以直接去上車啦。咁啊，好啦，呢期分享就到呢度啊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